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名字要叫木炭啊？女生的名字都很好听，在阿美族女生的名字什么巴奈啊，美丽的稻穗有没有？什么如意啊、阿洛啊、女神，为什么女生的名字都那么好听，啊，男生就叫木炭？我比我爸爸好一点的，我爸叫扎基，扎基中文的意思叫笨斗，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没办法理解为什么男生跟女生他好像性别差别待遇一样，长大之后才知道，哦，原来阿美族是母系社会，女生呢是继承家里面的房子跟土地，男生呢，我们男生是嫁出去的祸水。很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就很担心，没有人娶我们，所以在我们的名字上面就要具备一些功能性。那其实也在勉励这个男孩子一定要勤劳，一定要有用，这样人家才会娶你，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可是小时候根本哪理解这么多，根本不知道。而且现在世界很大，原来外面世界都是就是两性贫穷是父系，不像我们是母系社会，不太一样。是长大之后才知道这些差异的，可是在小时候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就是在这样的认知，这样慢慢长大了。到高中17岁的时候才开始写歌，也因为开始写歌，参加比赛，开始认识一些业界的老师还有前辈。到了当兵退伍之后，开始组团。可是组团之前呢，我的作品啊都是中文的，就是那种小情小爱啊，心里受伤躲在角落啊，我很想念一个人啊，单恋之类的作品。我的那时候的中文作品都这样。但组团之后就开始有不一样，因为我的团员还蛮特别的。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土人乐团。这是我当兵退伍之后组的第一个团，也是现在的团。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支持我，做音乐。看到我们原住民第一个团站在排行大舞，我们大家都是毕业也是会感动，然后很想跟他们一起玩。多水，我爱你。乐团那时候是有个目标，刚好有看到一个比赛，业绩。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20万。来试一下。只要讲到这段时间，大家都觉得很开心。一直开始卖一些自制的 CD 了。料理团里就是只有我一个，要玩的人也是你，要先走的人也是你。能不能一起玩团，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决定。你要讲什么？不是啊，你要讲什么？好讲啊，知道我要做什么，大家才会再相信。很想要的就是那个人啊，就是那种观众一样。这个纪录片呢拍的时间还蛮长的，从我们2002年组团，然后03年就开始有人拍我们。我们这个团也很特别，就是5个人，然后其中有4个是原住民，然后我阿美族的，我们另外一个主唱跟我们的团长、吉他手是排湾族的，然后鼓手是卑南族的阿胜，贝斯手呢，我们号称平地人保留名额，就是这5个人就凑起来玩团，在我当兵的退伍的那一年。
我以前都是一个人写歌，但是我们这群人哦，我们都是台东人哦，可是我们偏偏在台北认识，我们不是在台东认识的。然后大家认识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种感觉，你怎么也在这边工作？你也在台北啊？你住哪里啊？回南组的好不好？来这样，有点这种感觉。我觉得很奇妙，为什么我们都离开我们自己的家乡，然后跑来台北？可以也有想说，为了台北有比较好的工作机会，或者是可以做到什么事情，讲简单一点的梦想之类的。可是讲来讲去，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反而就是很想家。所以图腾那个时期，就让我有一些想家的作品出现。想来想去，想到最后就变成是我想到自己部落开始有一些传统歌谣。可是我在那个时候没办法回家。我高中国中毕业之后到台东市读高中之后，我们家就开始发生比较大的经济状况。家里有个小孩，2个老人，然后爸爸跑了养渔船，然后他是2个老人相继生病，就在我国中的生病，然后我爸爸跑船跑一跑得到肝病，我妈妈没有钱。那时候在台东医疗很缺乏，随便看个病啊，2-3万对原住民来讲是非常庞大的金额。可是2个老人家不断的在开刀，一直在开刀。我爸爸生病也没有收入，5个小孩就要养，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家就被查封了。我爸爸妈妈也因为这样子就分开了。然后从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没有再回家过了。即便我跟我的团员住在一起，大家都要回台东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要回哪里。在我那个当 intern 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大家都在想家，可是我就回不去，我不知道我在干嘛。然后，可是因为部落还是有一些同学啊、朋友在，他们说你回来嘛，他过年没办法回去，我过年的时候，我还去跑去那个。你知道那个林口那边有一个侨大吗？你知道吗？华侨大学，知道吗？因为大家过年的时候宿舍都会关了，我没有地方住，我就跟侨生一起晚上在包水饺，在华侨大学这样，好几年，2-3年了，这样。大家说我是马来西亚，我住新加坡，我就。你是哪里的侨生？我是台东的侨生，在包水饺。然后我就觉得我很渴望这件事情，我想回家。然后从那个时候，因为过年回不了回家，然后就我的部落的年轻人说：“你丰年祭要不要回来？”我就说：“好，我想回家。”所以丰年祭期间，我都是住在我的老师家或者我的同学家，就这样参加丰年祭，就好像我回家过年一样，因为丰年祭对阿美族来讲就是我们的年啊。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摸索，就是我到底是谁，重新想到这件事情，我是谁。